快说，他到底在哪儿？我敢告诉你，我不会每回都这么准的。说，快说！他和文文在一起。谢谢你，李律师。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弄成这样。你太累了，这几天大家都太累了。没事儿，睡一会儿就好了。睡吧。李律师，我能看出来，你和他们不是一路人。你就没想过离开公司吗？你不是也一样吗？人嘛，可能都有自己的目的，比如为了利益啊，为了成就感啊。别想太多了。你知道我跟他们不一样就可以了，这不是挺好吗？当我们的小爱人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还有我这朋友。真的，谢谢你这几天的帮助。好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我走了。你去公司吗？公司现在一片混乱，我也理不出个头绪了。我出去走走去。哎，您的衣服。好好休息。邵俊阳，我们通过电话的。那天晚上你打电话到旅馆找江尚威了。你不是那旅馆里的小姑娘吗？什么小姑娘？我是她的搭档。她现在需要你的帮助，你不会出卖她吧？她在哪儿？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一会儿你打完点滴到医院门口找我，我在那儿等你，好吗？哎。不过他最近这几天一直跟一个叫江澄的香港人在一起。香港人？啊，那人不错啊。哎，不过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去哪里，真的。那你女儿喜欢去什么地方呢？她喜欢去电脑市场、学校，哎，就这几个地方了。还有其他地方吗？还有，哦，以前跟我闹别扭的时候，去过他外婆的老房子。哎呦，让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哦。老房子。那文文他们家在哪儿啊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好好想想再说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
有事，今天不方便，你先回去吧。没关系，你快回去吧。上了。哈喽，李律师，千万别激动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对一个女人下手，你算个屁本事！有本事冲我来！冲你来？我看你不想。你知道吗？冯小姐一直把你的朋友江城藏在地下室里。不过我们要的，冯小姐都已经给了，现在她归你照顾了。阿珍。叶子，你没事吧？熊叔，赵馆长来了。哎呦，赵馆长，哎，来，坐，坐。赵馆长啊，辛苦了啊！不辛苦，倒杯酒。熊叔啊，事情不顺利，让一帮武警给搅了。哎呀，我们已经达到目的了吧？啊，阿南，你说说看，这个姑娘怎么样啊？说不准。